和好兄弟喜欢同一个女生，你会放弃还是公平竞争？1、2、3，请讲。我就对。我时刻提醒自己别逃避。拿着喜帖一步一步走近，踏进心不知的场地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何美，宇宙暖心小姐姐代表。今天呢要来突袭后台了。今天大家都非常紧张，因为8组呢同学都非常紧张的要跟导师来做合作赛。非常令人期待。那还有呢，如果想要知道更多消息的话，在今日新闻都可以看到更多少年们的消息，以及请大家一定要在冰放的社团里面帮他们多多投票。那接下来我就带大家去看更多突击吧 ，Let's go！ 又来爆料时间了，来2位，不好意思打扰一下。你这次是跟哪位老师合作？昆达了，对，说了放手，很帅，今天表现得非常好。所以其实你是喜欢的。我很喜欢啊，而且我从头到尾叫到不行的。那你们在表演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一些小困难或挫折的地方？因为我们第一次公演舞的时候，反而问题比较大。大家不管是整齐度啊，或是练舞的状态、练舞的感觉，然后排练都很不顺。但这次因为有昆达老师，他真的就像拔哥说的，他真的把我们就融成一个团体，然后一起练，然后一起带我们，所以其实我们很快进入状况。所以其实我们对这次是非常有信心的。还是其实是因为有我，不要乱讲话。是因为有我，所以大家排练才这么顺利。哦，对，要听完，真是拐着弯在称赞自己，咚。好，那讲了那么多，其实我手上有2个板盘，要给大家抽题目。那2个派1位抽就好。哪一张？这一张还是这一张？好，宇宙大爆料。等一下呢，我就是要问你们问题，然后1、2、3你要一起讲哦，讲出那个答案，不能想的，快问快答。请问，团体里面谁最有偶包？1、2、3。泽言，为什么会是泽言？我是觉得，因为他在就是台下，就是一个人，但台上我就觉得他台上会比较安静，然后不想讲话，所以我就觉得他就是有拘谨一点，对，有留一手这样。但我觉得他这是安静，他不是偶包。那 Max 呢 ？Max 就是永远在酷的状态啊，这才算偶包吧。哦，那如果你 cue 他讲的是什么，讲笑话或是要扮丑什么，他就是不肯，对不对？我没有看过泽言扮丑啊，泽言讲笑话。对啊。好了，还是 Max 心里想说，他原本就很像他现在他们2个一定耳朵很痒，对，想要对偷讲坏话。好，那下一题选择题好了。好，请问要吃东西一定要选一个吃的话，要吃咖喱口味的大便还是大便口味的咖喱？好没水准的。对啊。1、2、3。大便口味的咖喱。好，至少它是咖喱。它是咖喱，对，至少没有意义啦。好，那我再问一个，关在100只蟑螂的房间，跟2只跟狗一样大的蟑螂的房间，要选一个。1、2、3。2只。为什么？2只你还可以躲啊，100只那很恐怖哎，那个跑起来很快，很恐怖哎。那你呢？整片的。我选的太怕蟑螂了。我真的超怕蟑螂，我真的超级怕。谢谢2位，谢谢。又来突袭了，2位刚好在休息。这次跟鬼鬼老师的那个 Sugar Rush 合作起来感觉怎么样？我觉得很开心，而且我觉得我们水星大家很幸福，就是可以跟鬼鬼姐姐、鬼鬼老师一起站上这个舞台，然后一起跳这场表演，也完成了这场演出，我们很开心。那嘉义呢？我跟鬼鬼姐姐相处的这1、2个礼拜，就是真的蛮开心的。虽然我们团内有发生一些事情，但是后面我们还是解决了。然后鬼鬼姐姐帮助我们很多啊，然后每次跟她一起来练习的时候都很开心，因为鬼鬼姐姐个性就真的爱带动我们啊，一起就是玩在一起啊。但是认真的时候还是要认真，她还是有时会严肃，然后叫我们要怎么表演啊之类的。我觉得这样子很好，就是有一起成长的感觉，但是又听起来有很多共同回忆。他又是一个很会让气氛感染整个变快乐的人。那接下来我们有一个小小的题目要考大家哦，你们可以帮我们抽一张吗？
那我就这一张，请翻开。翻开。哦，太精彩了！金曲接歌挑战，这也太难哇了。就是呢，很难待会我耶要唱，然后唱完之后你们要接唱，好不好？好的。感谢你特别邀请来见证你的爱情，我时刻提醒自己别逃避。拿着喜帖一步一步走近，踏进心不知的场地。可惜这是属于你的风景，而我只是嘉宾。掌声！哎，难不倒很厉害，表现得很好，恭喜2位通过了，谢谢。那最后要不要先拉票，就是继续帮你们在冰放里面投票呢？冰放的朋友们，然后冰友，然后帮我们投票，然后而且每天只要完成一些任务就可以加票，就可以帮我们投更多的票，请大家多多支持水星，谢谢。继续支持水星，谢谢你们。又来突袭了，不好意思，2位，你好，打扰一下。这次导师合作赛会紧张吗？不会，跟哪一位导师合作那个周汤好。 ？Turn on 的部分，那是你练舞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什么好玩的事情？老师私底下其实不是像表面那么严肃这样，但其实私底下很好笑，是可爱的人。是，就是有反差萌那种感觉。而且我想问，这一次是不是你们有参与 rap 的部分，就是写词？对，团体当中。我们当初在选人的时候，是每个人都有做词创作，然后唱给老师听。对，老师之后再选一个他最喜欢的。对对对。那这次跟老师合作完之后，有没有信心大增？有，就是我们私底下练习，因为我们今天练到非常有信心，所以我们不会紧张，我们决定我们一定可以。那这一次第一次跟大家一起上台作战的感觉怎么样？一起作战感觉很特别，而且中间有点压力太大，是我的肠胃炎，然后还有发烧。怎么会这么严重？就是对，我就是练完以后，我直接出去躺在那边，然后躺了一阵子起来以后，就直接晕倒到床边去了。太严重了。好，那今天比完赛可以放松一下。我这边呢有2个卡，想要给大家选一下。1、2、3，请看。宇宙大爆料，就是快问快答的方式，2个要一起说出答案哦。不祥的预感。好，我们用选择题好了。请问，和好兄弟喜欢同一个男生，你会选择放弃成全，还是公平竞争？放弃成全，男生我不要。不是啊，男生我也不要。放弃成全。何美，你累了吗？我说和好兄弟喜欢同一个女生，你会放弃还是公平竞争？1、2、3，请抢答。公平竞争。你们2个好不一样哦。你说公平竞争？对啊，我就喜欢他，为什么？对。那你呢？放弃。兄弟比较重要。没有，是因为女生在找我。好弟弟啊，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。如果你有个超能力的话，你想要飞天能力还是读心术？1、2、3。读心术。我2个是同一个团体。没有，这是代表什么？代表他们就是有不同的担当，都不会抢的。你的答案是读心术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读人家内心的话，就可以做很多事情。哦，就像是他老师喜欢怎么样的舞蹈？对，之类的，我可以偷偷去钻研他要干嘛。那为什么你想要飞天？因为我知道，我们团队男生不会开车啊。对。好，谢谢2位，谢谢你们参加突袭，谢谢。今天要来大突袭了，那这次呢，我们突袭到这4位，嗨，你们好。那这次呢，特别邀请4位，是因为你们在那个冰放社团上面很用力的拉票，然后我们在后台有看到你们真的表现得非常好，所以要特别送你们应援毛巾，可以把它打开来看一下。谢谢。那这边呢，我还想要问问看 Cody 是怎么拉票的，因为后台说你的人气非常高，是目前的第1名，请问有什么特别小撇步吗？就是一直就是找朋友啊，然后找亲戚啊。然后就是他们都很支持我嘛，也知道我在做这个，然后就是细心一点，每个都传。然后如果没办法配合的话，就跟他们说没关系，就是记得要看节目就好。对，就说，然后里面有很多帅哥可以去看一下，然后他们就固定都会上去，然后滑，然后看一下有没有什么贴文啊什么的。对，然后我每天都会就是跟几个比较好的就说，
有没有在投票啊什么的，对，就是盯一下，对。还要请了，那范范呢？就是我定期会在 IG， 然后就是告诉大家可以去冰放，或者是就是我的 IG， 然后会去找，然后可以去投我的票这样子，然后我也会在冰放的社群发一些生活照，然后就是告诉大家就是我在冰放上面的活跃啊，或是一些日常，就是可以让大家更想要去冰放看到我们比较不一样的一面这样子。好，那最后要给大家看一下你们的应援的毛巾，这个之后呢会在有闲商城可以买到，然后非常的可爱，然后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在那个冰放社团里面继续多多拉票。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水星的李炳玉贡丸，我是水星的嘉义。我觉得我心目中的妈妈其实就是我现在的妈妈，就是我觉得很开心，她很放心的让我来参加这次的比赛与节目，以及所有的练习啊排练，只要我排练到很晚，到12点甚至凌晨，她都是支持我，她也相信说，你有你的梦，那你就去追。我只要一回到家，她就会开始煮很多东西给我吃，因为知道排练回家很累。那我其实就觉得，在我心目中就是一个很完美的妈妈。对，那我心目中的妈妈也是像我妈妈一样，虽然我跟我妈妈其实有时候会小吵架，但是我吵完架过没多久就会和好。我妈妈很支持我啊，然后我回家不管多晚啊，可能最近拍摄节目很晚回到家，我不管多晚哦，可能她那时候已经是凌晨了，然后他已经在睡觉了，然后他一听到我开门的声音，然后他就爬起来，然后问我饿不饿啊，然后还今天过怎样之类的。自己的父母，自己妈妈真的无可取代，他永远都是对你最好的人。妈妈，祝你母亲节快乐！我也很开心能当你的儿子。妈妈，就是虽然我高中有点叛逆，但是我还是很爱你的，所以母亲节快乐。我是水星的博龙的妈妈，我是水星瑜伽妈妈。蛮多次的，就是大概就是他们需要训练或是录影的时候，我们都会到，就是鼓励他，那就是说，并不会很特意，一定就是说一直在跟他重复这件事情，就是希望他是用比较愉快的心情去完成这样的一个，就是说他想要的尝试，所以就是用陪伴的方式来带动他这样子，那更支持他。希望博龙呢可以越来越表现自己，然后也希望他可以在这个舞台上可以找到他开心的事情，然后最重要就是我还是希望他做原本的自己，因为我希望他开心快乐，这样就好了。瑜伽的话呢，我其实一直以来我们全家都支持他，只希望他是开心的，做他喜欢的事。年轻只有一次。好好去做，不要浪费自己的时间，这样子，只要认真完成就好。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呢多多支持《原子少年》这个节目。我真的很推荐，就是大家可以一起来支持这个节目，支持所有的小朋友。谢谢。那这一周呢也是母亲节，所以要祝全天下的妈妈辛苦的妈妈母亲节快乐！希望大家呢都保持健康的身体，然后很开心的心情，继续观看《原子少年》，还有。和美抱一下。Hello Now News 今日新闻的朋友，大家好。4月17起，每周日晚间10点到12点，在 Now News YouTube 频道即将播出《原子少年》哦。我们将在线上陪你一起观看《原子少年》，让我们在线上陪你观看节目，还有幕后独家明星大爆料，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，快来线上与我们互动哦！记得锁定 Now News YouTube 频道，我在线上等你哦。耶！